分年紀，健康不論貧富，健康資訊守護大眾，精靈一點，健康你主場。好啦，嚟到9月26號星期五嘅精靈一點啊，節目主持有葉韻儀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Hello Vivian。今日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咁大家留意住呢一個風勢啦嚇。咁啊1點到1點半鐘頭半小時咧，今日我哋節目咧有醫管局嘅精靈直播啊。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牛奶針啦，咁啊見到一啲嘅即係地方啦，可能有啲人咧就濫用咗呢個牛奶針啦，用嚟做一啲其他非醫學上面一啲嘅程序啦。咁到底牛奶針裏邊嘅成分係麻醉藥啊？但係若果係咪用得多嘅時候就會變成呢個毒藥咧？一陣間咧請麻醉科嘅專科醫生咧同我哋講解一下。係啦，咁啊去到1點半左右嘅節目時間咧，主題就係肚痛9宮格啊，咁啊講下咧上腹痛嘅問題。咁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啦，病人啦或者一般市民啦面對醫生啊，或者想了解自己病情嘅時候咧，都係會透過一啲嘅影像啦、一啲報告啦，好多時咧感覺上都幾複雜嘅，都好希望醫生可以顯淺咁樣去到幫佢哋理解多啲啦。咁但係當然啦，同時間咧醫生都用盡好多方法啦，可能咧一啲比較簡單嘅病症上咧，都希望咧透過言語啊或者一啲嘅工具咧，幫大家了解自己身體多啲嘅。今日咧會同大家咧介紹咧就係呢個肚痛9宮格。咁究竟咧肚痛啦喺唔同嘅位置度咧發生嘅話咧，腹部唔同位置發生，代表住一啲乜嘢嘅原因同埋點處理咧？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翻到去一台直播室2點到3點嘅時段咧，有精神科醫學院嘅系列啦。今日講下呢個退休3寶喎，嗰個寶咧就係保腦、保心同埋保平安嘅。咁如果大家都想要呢3寶嘅話咧，記得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好啦，事不宜遲啦，呢個時候咧進入我哋醫管局嘅精靈直播，講下牛奶針呢件事啦。咁請嚟就係瑪嘉烈醫院麻醉科副顧問醫生咧朱銘賢醫生嘅。Hello， 朱醫生。朱醫生你好。Hello Vivian，Hello Dennis。朱醫生啊，咁頭先我哋講嘅即係俗稱叫牛奶針啦。咁但係其實呢件係咩事嚟嘅咧？同埋佢本身正確嘅學名係啲乜嘢？咁咧牛奶針正確嘅學名叫丙泊酚，係啦，佢係一隻咧麻醉藥嚟嘅，最常用係喺全身麻醉同埋鎮靜方面。咁咧佢個樣就真係幾似牛奶嘅，因為佢係一個乳狀嘅物體啦，跟住係喺一個玻璃樽入邊，咁咧望落去好似一支牛奶，但係佢入邊係冇牛奶嘅成分。咁如果即係要真係用到牛奶針，其實係講緊一啲乜嘢類型嘅醫學程序，可能要透過佢做麻醉咧？咁最常用就梗係全身麻醉啦，係全身麻醉。咁咧麻醉有2方面，咁麻醉誘導就係話，當病人完全清醒，去到瞓咗覺之後，咁我哋有時去醫院都會見到啦，病人手嗰度咧有粒叫鹽水豆嘅嘢，咁麻醉科醫生就會通過呢粒豆豆咧，去將牛奶針入邊嘅主要成分，即係丙泊酚咧，去打俾病人。咁喺麻醉誘導入邊咧，佢係好快嘅，可能喺10秒鐘之內咧，病人就會瞓覺。咁丙泊酚亦都可以用嚟做麻醉嘅維持，即係喺麻醉嘅過程入邊咧，我哋一路俾藥，令到病人喺手術途中咧保持喺全身麻醉狀態。咁第二樣咧就係話鎮靜啦。咁講全身麻醉啦，好多時都係用喺啲大手術上邊嘅，即係例如係一啲開肚啊，或者啲大型骨科手術啊、腦科手術咁。咁小型手術啦，例如照胃鏡啊、照腸鏡，就冇需要用到全身麻醉，鎮靜亦都係可以。咁我哋就會調節個劑量啦，俾病人喺鎮靜嘅情況之下，好舒服咁樣，即係完成咗呢個程序咁樣。係朱醫生啊，牛奶針即係丙泊酚啦，佢嗰個優勢係啲乜嘢咧？比起可能其他一啲嘅麻醉藥物嚟講，咁嗱睇翻丙泊酚啦，嗱我頭先都有話，佢咧第一個優點會係快，因為佢真係幾快。我哋咧喺臨床上邊咧，只要計啱個劑量打俾病人咧，佢可能喺10秒之內就會由即係可以好似而家咁傾到偈咧，就變到完全進入咗深層睡眠，即係一個全身麻醉狀態。咁第二樣咧就係話丙泊酚咧，我哋中途可以調校個藥物劑量，令到病人喺全身麻醉嘅途中咧，嗰個麻醉嘅深度可以好仔細咁樣調控，呢個都係佢優勢。咁去到病人醒返之後咧，亦都有證據顯示啊，佢病人出現譬如頭暈咯、嘔啊嘅情況係少，同埋醒翻嚟之後咧，嗰種迷迷糊糊嘅感覺咧係少啲嘅，相比起啲舊式嘅麻醉氣體。
咁會唔會話可能即係呢個丙泊酚用喺邊類型嘅手術或者邊類型嘅病人嘅情況係個效果會尤其好啲，特別多用啲咁樣嘅咧？其實都有㗎啦。首先講有啲病人咧，佢會同我哋講，佢以前做完手術，哇，真係嘔得好犀利，好辛苦。咁我哋會優先考慮做全靜脈注射，即係全靜脈嘅麻醉嚇。咁點解咧？因為丙泊酚本身咧係有少少止嘔嘅功能。咁咧用呢一種麻醉方法咧，對佢哋會最好，等佢哋醒返唔使嘔得咁犀利。咁第二種因素就係話個手術因素，有時有啲病人係做頭頸手術啦，做口腔手術啦，或者係做氣管手術。咁喺呢啲情況咧，丙泊酚都有佢嘅優勢，因為當病人如果醒返咧，佢嘔得好犀利，有時會整傷個傷口啊，整裂或甚至整爆嗰啲亂咗個線，咁我哋都會優先考慮。咁第二種手術就係腦外科手術。咁咧，丙泊酚其中一個優點就係病人醒返咧會比較清醒，相比啲舊式嘅麻醉氣體。咁好多時做完腦外科手術，腦外科醫生都好想快啲去評估病人嘅康復有冇進展啊，佢個精神狀態係點啊，啲手腳喐成點，咁樣對佢哋嘅評估咧都好有幫助。係有陣時咧，一啲腦外科手術咧，好有陣時都會同醫生傾到可能都需要病人喺清醒嘅狀態之下一齊進行咁嘅同步。咁會唔會就用唔着丙泊酚，因為太勁啦？可以話如果你話要完全清醒狀態嘅腦外科手術咧，係好難三言兩語講，因為佢係牽涉一個好複雜嘅即係有個 planning 啦。一開始我哋要計劃得好清楚，同埋咧每個全清醒嘅腦外科手術都唔一樣，有啲係中途病人會醒嚇，咁但係我就唔仔細講呢樣嘢，係啦。咁如果你話完全清醒咧，我哋可以用，不過咧中途可能會將個藥量校到好細，甚至俾個病人醒，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嚇。係好多時我哋見到個畫面咧，手術室嗰度啦，咁除咗即係主刀醫生之外咧，仲有好多一啲嘅醫護人員噶嘛，包括就係麻醉科嘅醫生喺度啦。整個過程係監察住。以前我細個真係以為咧，麻醉咁5、4、3、2、1搞掂咗佢昏迷咗啦，咁可以進行呢個手術完成咗。咁其實麻醉科醫生應該搞掂咗嗰個注射麻醉藥嘅程序，已經可以離開㗎啦。但係其實原來一路可能都要監察住個病人㗎喎，會唔會都睇住可能個醫療程序開刀即係第一下係特別需要嗰個強度強啲嘅，咁可能個麻醉藥成分就會高啲。咁容後喺嗰個過程就要按住病人嗰個狀況實時地去做一啲嘅調整㗎啦，朱醫生。咁當然需要啦。首先麻醉嘅程序咧係一個需要由麻醉科醫生全程監察嘅程序嚟嘅。咁我哋會喺病人身邊，直至麻醉完全完成晒為止，病人去返復甦室係啦。咁你講得好啱嘅。而家啲手術咧，的確喺唔同嘅時間啊、唔同時段入邊，佢對病人嘅生理會有唔同嘅反應啊。咁我哋會總結我哋嘅知識同經驗啦，喺唔同嘅時間去用唔同嘅藥，令病人咧維持一個最平穩嘅狀態，同埋我哋亦都要睇住病人嘅維生指數係咪穩定嚇，因為咧麻醉其中一個最重點嘅嘢就係要安全嚇，咁我哋一定要睇住呢啲指數。係啦，咁一路聽落就係點解要咁緊要將呢件事話俾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咧？呢個係一定係醫生咧，係啦，先至可以做嘅一個程序嚟㗎。咁但係我哋擔心嘅地方就係咧，見到咧，即係有啲嘅即係地區啦，亦都有啲新聞出咗嚟啦。有啲人可能喺一個唔正當或者咧冇一個好即係全面嘅監察嘅情況底下啦，就真係濫用咗呢一啲我哋俗稱叫牛奶針嘅嘢啦，就幫助咧可能一啲嘅即係患者咧，佢進行一個希望可以瞓覺瞓得好啲嘅程序咁嘛。咁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必須要喺醫生監察底下去進行噶嘛。咁若果真係見到有啲個案係濫用咗即係牛奶針嘅時候，其實我諗個後果係相當之嚴重啊，係咪朱醫生？係，你講得好啱。咁濫用牛奶針呢個的確係一個問題，因為同大部分藥一樣啦，牛奶針即係丙泊酚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副作用。咁我舉兩個好常見到嘅副作用出嚟，就係第一，可能我哋臨床上比完病人嘅唞氣會有改變啦。好多時佢嘅唞氣咧會弱咗啦嚇，唞得細啖咗啦，唞嘅頻率會低咗嚇。咁咧我哋所以全程咧係睇住病人嘅血氧含量，有需要嗰陣我哋會俾氧氣病人，同埋最重要嘅嘢就係咧做呢一方面嘅即係操作呢一方面嘅
嘢嘅人咧，佢一定要有個能力咧，係去建立到一個有需要嘅時候建立到人工氣道，即係插到喉係啦。咁因為如果病人中途真係譬如搞唔掂啦嚇，佢唞氣唞得唔好，你又冇咁嘅能力嘅時候咧，就會相當危險係啊。咁第二方面就係話，丙泊酚咧，亦都會對心血管系統有一定嘅影響，佢會令血壓下降啦，心跳下降係啦。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咧係會實時監察病人嘅心跳啊、血壓啊咁樣，亦都會準備咗啲藥物咧去做急救嘅用途。即係譬如一見到病人血壓低啊或者唔穩定咧，其實我哋已經喺發生之前，我哋已經會俾藥㗎，係啊。咁睇翻一啲即係香港以外嘅個案啦，就見到都會導致到死亡嘅出現啦。當然一個就係最差嘅後果啦。其實會唔會可能有一啲機會之下，可能佢濫用咗啦，或者用得唔恰當啦喺外地，咁就未去到死亡嘅，但係其實中間已經造成一啲可能永久性嘅創傷等等咁樣。絕對係有可能係啊。咁我哋其中一樣好擔心嘅嘢，人一缺氧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容易受傷嘅地方就係個腦係腦。咁嗰個咧就叫做係即係我哋叫係 hypoxic brain injury，即係個腦缺氧嘅狀態之下咧，會形成一啲永久性嘅損壞。咁雖然唔係每一個即係個案個病人都會死亡，咁但係經過呢一種咁嘅 injury 嘅人咧，佢的確係會有後遺症係。咁但係嗱，我哋見到就話啊，有啲情況底下咧，有人就誤以為咧，其實丙泊酚係可以攞嚟啊，如果真係有失眠嚴重嘅情況，攞嚟助眠呢件事，我哋點樣將大家可能一啲嘅即係錯誤嘅觀念去糾正翻呢？朱醫生。咁首先每一隻藥由佢研發嘅過程去到臨床使用咧，佢都一定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究竟呢隻藥嘅用途係咩啦？佢點解會設計咗一隻咁嘅藥出嚟？咁暫時為止咧，根據你頭先講助眠咧，應該就唔係一個主要嘅用途嚟嘅，唔係一個主要用途。咁咧，如果即係真係用你好似你話用嚟做助眠，或者用嚟做一啲唔喺佢嘅設計範圍以內嘅用途咧，咁其實會引起嘅嘢就係會引起成癮啦，會引起成癮，同埋正如阿 Dennis 頭先所講咧。會喺唔適當嘅情況之下用，真係會有一個危險性，甚至死亡係。咁除咗可能喺我哋見到有人就會利用佢即係錯誤地用作助眠嘅用法啦，會唔會都見到有啲例子？可能有啲人都可能因為一啲病患或者病痛，其實會唔會都錯誤地攞咗嚟到鎮痛？有冇呢一個嘅做法嘅咧？丙泊酚本身咧就冇乜鎮痛效果，但係佢會令一個人嘅意識咧明顯下降。咁我哋臨床上見到第二種用途咧，就可能會係深切治療部嘅同事咯。佢哋會用喺一啲需要人工通氣，即係俗稱插咗喉嘅即係危殆嘅病人身上，去減少佢哋嘅痛苦。呢個都會有用，但係就你話我嚟止痛咧，就真係好少有嘅。係，譬如咧頭先講到話喺一啲即係其他嘅地方啦，引致死亡嘅個案啦，我哋見到咧佢報道出嚟咧所引述嘅話咧，嗰個話過咗嘅劑量其實好似好少咁樣，聽落唔知幾多毫克咁樣，咁俾一啲嘅概念我哋咧，其實我哋平時做一個即係麻醉嘅即係程序嘅話咧，係真係按病患者嗰個體重啊啲咩嘢指標去量度，會唔會有個我哋叫做標準嘅方程式去計？過咗少少係咪真係個影響性咁大嘅咧？嗱，咁你講得即係好好啦。咁因為體重的確係我哋成日都會問病人嘅其中一個因素。咁但係除咗體重之外，其實有好多嘢咧都會影響。例如嗰個病人嘅生活習慣啦，病人嘅歲數啦，病人要接受嘅咩手術啦，係啦，病人有冇啲食煙飲酒啊，第二啲習慣，同埋咧，我哋最重點咧就係我哋要喺臨床上邊咧去判斷病人嘅生理反應係咪真係對呢隻藥有反應，或者佢臨床上嘅反應有幾大，去實時咁樣調節呢隻藥嘅即係嗰個劑量嚇。咁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個基本嘅即係用重量而作為一個單位去計個劑量，但係我哋就好少去淨係用呢一個單位咧
去做一個即係黃金定律咁樣，係冇呢樣嘢係。其實咧好多時可能即係見醫生嗰陣時，或者攞藥啊，或者配藥嗰時，可能都會大概問下病人有冇藥物敏感啊。好多時病人大概都會知道自己一啲嘅歷史嘅。咁但係講到咧有關麻醉藥方面咧，可能即係突然間要做手術啦，亦都可能未做過手術，或者冇咩呢方面自己腦海中有啲咩認知喺度嘅。有咩 tips 俾翻我哋嘅聽眾朋友？其實面對住麻醉藥有冇敏感嘅issues 喺度嘅咧咁？咁你講得好啱嘅，咁每隻藥都好，即係唔能夠話每隻啦，大部分藥啦都會有人敏感嘅機會嚇。咁如果你真係有出現過敏感，你一定要同我哋講啦，一定要同我哋講。咁正如你話我有第二啲生活習慣嘅，例如係食煙啊、飲酒嗰啲咧，都值得同我哋講一講嘅，係啊。係即係可能本身有即係比較高量度食煙飲酒，就一定要同醫生講咁樣啦。係啦。咁針對住牛奶針、丙泊酚有冇話有啲乜嘢嘅身體狀況，可能就要亦都要理解到咁樣嘅咧？用丙泊酚我頭先講過啦，佢嘅副作用就會對呼吸同埋心血管有一種抑制嘅作用。咁我哋喺臨床上面用咧，都要用得小心嘅。喺某一啲病人上邊，我舉啲例子就係話，譬如有啲病人心跳血壓因為一啲問題唔係好穩定，可能有敗血症，又或者可能流咗好多血，個心跳血壓唔穩定啦，血壓好低，咁我哋都會作出劑量上邊嘅調整啦，同埋我哋喺監察上邊咧都會用一啲即係高級數啲嘅監察系統去睇住病人呢一類嘅維生指數會唔會因為俾咗丙泊酚咧而出現一個改變。同埋咧，我哋最擔心咧就係咧，譬如之前都見到有啲新聞啦，有一啲嘅我用嚟可能即係醫美嘅程序嘅一啲嘅藥物咁樣啦，又或者其實醫療程序上面都會用到嘅，咁但係放咗喺醫美上面亦都會用。咁喺一啲嘅網購上面咧，係可以買咗自己用嚟注射啊各樣啊，咁就出現咗好多一啲唔同嘅狀況，甚至危及生命添。咁所以大家嗱，當然暫時嚟講，我哋未見到有丙泊酚嘅一啲可能嘅產品咧，喺呢一個網上好容易購買到，因為呢啲都真係要處方嘅藥物嚟啦。咁所以大家真係喺呢一個，若果你哋真係見到有嘅話，都唔好自行去購買，因為個危險性嗰個風險實在相當高啊！朱醫生。係冇錯。除咗唔好亂咁買嘢之外，其實而家好多人可能都會去外地嗰陣時咧，就感覺上好少程序嚟嘅啫，一啲微調啊、醫美等等，其實可能都會接觸到一啲麻醉嘅藥咁樣啦。其實可能會唔會有啲嘢都提醒翻，可能去到外地真係萬一做呢啲嘢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即係自保得好啲咁樣？因為個監管嗰啲可能同香港唔同噶嘛。咁係啊，因為世界係好大啦，好多國家咁我諗都係去翻一啲即係由政府或者有即係有即係醫療程序有經驗嘅地方，或者持牌嘅人去做呢啲嘢咁樣。因為如果喺一個唔適合嘅地方，或者係一個唔專業嘅人去操作咧，即係呢隻咁好嘅藥都可以變得好危險，係。咁原本咧丙泊酚咧喺用喺醫療程序嘅時候咧，真係喺度幫緊病人噶嘛。咁但係好似我都話啦，見到一啲即係喺其他地方發生嘅新聞咧，就令到我哋特別關注啦。因為我哋始終成日都會可能去外遊啊，有一啲嘅甚至乎一啲嘅團咧，佢可能打正旗號就係帶大家過去感受一下大家可能喺香港感受唔到嘅嘢，所以呢個真係要特別分外小心啊嚇。咁其實咧，根據香港嘅藥劑業及毒藥規例啦，咁呢個丙泊酚咧都係咧唔可以即係一般市民可以購買得到嘅，咁所以咧當然啦就要喺醫生嘅監測情況下啦使用啦，自己咧都千祈唔好咧，無論係購買啦或者喺外地咧亂咁試啦。係啦，記住啦，呢一個丙泊酚咧係呢一個醫療上邊好好嘅藥，不過你用得唔好或者錯誤使用嘅時候咧，就真係會變成毒藥啦。今日唔該晒朱銘賢醫生 ，thank you，多謝。好啦，嚟到第二個半小時嘅精靈一點啦，繼續有葉韻儀同埋余日峰啦，請嚟外科專科醫生陳永康醫生咧，同我哋講下呢個肚痛9宮格喎。咁啊，今日主要講下上腹痛先嘅。Hello， 陳醫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係啦，咁啊，陳醫生好多時咧，病人嚟到話：哎呀，我好唔舒服啊，我肚痛啊。其實成個範圍咧，咁其實個肚都好大噶嘛。咁會唔會係真係用個9宮格嘅方式嚟到話俾病人聽啊？其實你個痛係123啊、147啊，定係258啊咁樣？係咯，會唔會過3關都痛咁樣咧？
係咁其實因為肚痛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外科嘅問題啦。嗯咁好多時啲病人嚟肚痛，咁大家都無論醫生好或者病人都好，都好想知道究竟嘅原因或者我邊度有事啊咁樣樣。咁如果我哋第一次見病人臨床去睇佢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要會同病人解釋啦，咁睇下佢大概個痛嘅位置喺邊度。咁其實我哋會根據翻其實就係一啲內臟器官喺個肚裏邊嘅位置啦，大約去估計咧佢個痛症究竟喺邊個內臟嗰度出嚟。咁我哋為咗方便去形容嗰啲器官嘅位置咧，我哋就會將個肚咧就好似一個9宮格咁樣樣，咁啊就分為有9格啦，好似個圖嗰度睇。咁我哋主要可以分為由上至下分為上腹、中腹、下腹，咁同埋由右至左咁去再分嘅。咁譬如我哋睇翻，譬如我哋今日講上腹，咁譬如我哋喺右上腹嗰度啦，咁主要嘅器官可能有肝臟啦、膽囊啊嗰啲啦、膽管啊咁樣。咁另外到中間上中腹嘅時候咧，咁包括有胰臟啦、胃啦，咁或者係十二指腸啲地方。咁如果譬如左上腹嘅時候，可能係胃啦，或者脾臟都得嘅。咁如果譬如中腹，可能係啲大腸啦，或者中間可能係個大動脈啊，亦都可以。咁同埋都喺側邊兩邊，可能係腎臟啊、尿道啊嗰啲，亦都要留意嘅。咁到下腹盆腔嘅，咁譬如喺兩邊，譬如右下腹上可能會聽過就係闌尾炎啦，就係闌尾嘅位置啦。咁或者係女士婦科器官卵巢啊位置，亦都可能喺側邊嗰度。咁另外去到下腹盆腔中間，包括可能有膀胱、有直腸或者女士嘅子宮啊嗰啲位置咧，咁其實到大約就喺嗰個範圍嗰度啦。咁所以其實喺問診嘅時候，係咪都可能會去睇下？首先病人會自己講啦，喺邊個位痛啦，係咪有陣時都要撳下佢啊？又或者係有啲其他嘅檢查要做嘅咧？針對住啲9宮格。係嘅。咁我哋通常即係見病人第一次見佢，咁我哋都係望聞問切啦。咁第一個當然就要問症，就係睇下病人個病徵啦，個痛楚嘅地方喺邊度啊，或者痛嗰個特性係點樣樣。咁持續性或者同埋有冇其他嘅病徵。咁第二咁之後，我哋就要做臨床嘅檢查啦。咁包括就係頭先Dennis 講，我哋就要摸肚啦。咁就要睇下佢邊個位會特別有個痛楚喺度。咁跟住之後就再去解釋俾病人聽，我哋估計會係邊個器官大有問題，而跟住幫佢安排去一個適當嘅檢查，去揾出個病因啊咁樣。但係會唔會咧試過有病人同你講就我其實琴晚我覺得2號位痛嘅，跟住唔知點解今朝咧就全部都係去咗8號位，嗰個痛感好似會走咁樣嘅咧？都會㗎，有啲病徵係有啲病情咧係會嗰個痛咧係會走位嘅。咁譬如好常見就係頭先都講，譬如闌尾炎，即係我哋俗稱嘅盲腸炎啦。其實有陣時雖然話個闌尾喺我哋右下腹嗰度，但係有陣時可能最初個病人個痛咧就唔喺右下腹，喺中間位嘅，喺個肚嘅中間。咁慢慢咧佢嗰個痛咧就會漸漸咧走向去右下腹嗰度咧，就變成一個即係佢最常見闌尾個位置個右下腹痛咁樣都可以。咁啊，針對翻就係上腹頭先講嗰3格啦，其實都會有幾個器官受到影響嘅，好似肝啊、胃啊、胰臟等等啦。其實胰臟嘅痛楚咧，感覺上就比較少談論嘅，因為好似少啲人有呢個問題咁樣嘅，好似但一嚟有事嘅話，好似又好急嘅喎個狀況可以。其實胰臟嘅痛係一個點樣嘅感覺，同埋個範圍喺邊度咧？嗱，咁我哋睇翻頭先個圖，其實胰臟咧主要就會喺個中間嗰個位置嗰度，咁同埋胰臟咧係一個比較後腹嘅器官，即係話佢係比較後啲嘅地方。咁所以頭先 Dennis 講得好啱，就係有陣時胰臟有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初期咧冇痛，嗰啲病人可能會完全冇病徵。咁通常我哋講胰臟嘅病情而令到會有痛咧，咁通常就兩個情況啦。一個情況就係一啲急性嘅胰臟發炎。咁如果急性嘅胰臟發炎咧，咁通常個成因就係譬如有膽石跌咗落個膽管，塞埋個胰臟管咧，引起個急性嘅胰臟發炎。咁呢啲病人通常個痛咧就都幾痛嘅，嗰個可以。咁通常個痛法就會中間位，因為胰臟就喺個中腹。上中腹嗰個位置，咁但係個痛咧有陣時會走埋去背脊後邊，因為佢一個比較後腹嘅器官。咁另外有陣時痛得好緊要咧，個病人可能會痛到我哋俗稱啲講就點床點席啊咁樣咧，痛得幾犀利。咁同埋有陣時急性胰臟發炎，亦都會有其他嘅病徵啦，譬如可能會有黃疸，因為可能佢係有石塞住個膽管，令到肝功能都差咗，啲黃疸嘅情況，即係話個皮膚或者眼白變黃啊，或者俗稱小便嘅時候會好深色，好似變咗啲普洱茶咁嘅色。咁同埋亦都可能會有發燒啊、發冷啊、尖寒尖凍啊呢啲咁嘅病徵咁樣。咁第二類嘅情況，胰臟會有痛咧，就係可能我哋成日最驚就係生腫瘤，即係啦。咁因為頭先講胰臟係一個後腹嘅器官，所以佢如果真係生個腫瘤喺初期嘅時候咧，係完全冇感覺嘅。
咁當佢有感覺可能咁上下大嘅時候咧，咁先至會令到有痛。咁如果係胰臟瘤嘅痛咧，通常就唔係話揦住，可能係一個悶痛咁樣咧，一路持續咁樣閹住咁樣痛咯。咁另外當然亦都有機會可能遲啲會出現一啲其他嘅病徵，譬如可能佢壓閉咗嗰個膽管，可能亦都會有黃疸嘅情況啊，或者開始個人即係會作嘔啊、唔舒服啊、食嘢冇胃口，可能瘦啊呢啲。咁慢慢其他嘅病出現，咁我哋先至去求醫嘅時候咧，咁可能發覺就已經係比較遲啦。咁啊喺上腹裏邊正中嘅2號位咧，咁嗰個咧就應該就關個胃事啦。好多時咧，譬如可能胃發炎啊，其他一啲胃嘅問題咧，都會引致一個痛感喺度啊。哇，成日都撳住呢個位好唔舒服。咁呢一個係咪都常見嘅啦？咁其實關於胃嘅痛咧，咁我諗喺香港都市人嚟講，應該都係最常見嘅一個情況。咁如果關於胃嘅痛咧，咁其實都有幾個可能性啦。咁第一可能就係腸胃炎啦，即係我哋俗稱食錯嘢，咁係有啲細菌或者病毒嘅感染。咁嗰啲病人個胃當然可能會覺得有啲揦住痛啦。咁另外可能亦都有其他嘅病徵，譬如可能會作嘔，甚至嘔吐啊，或者有啲肚屙嘅感覺，或者發燒啊、發冷啊，個人冇力啊、周身骨痛都可以。咁另外第二情況就係唔係一啲病毒性嘅感染，就係譬如話一啲胃炎或者胃潰瘍或者十二指腸潰瘍呢啲痛啦。咁呢啲痛咧，咁就好叫做教科書式講咧，嗰種痛咧就係會有啲灼熱嘅感覺。好多時咧就喺你冇食嘢嘅時候咧，空肚嘅時候咧會比較痛啲嘅嚇。咁但係當你食咗嘢嘅時候咧，咁個痛咧稍稍咧就可能會好啲係啦。咁跟住之後個痛咧有陣時亦都會同食嘢冇關係咧，都可以有咁嘅痛法嘅。咁另外亦都要留意咧，就係如果譬如真係一啲胃潰瘍啊嗰啲情況咧，佢亦都可以出現一啲急性嘅情況。咁包括就係話可能係穿窿，即係個潰瘍食到好深，食穿咗。咁呢啲就會形成一個好劇痛個腹膜炎嘅情況啦。咁另外都胃潰瘍亦都可以有啲病徵就係出血。咁佢有出血嘅話，咁可能個病人咧有可能會嘔啡色嘢啦，或者甚至嘔血啦，或者係屙大便嘅時候會見到大便咧有啲屙黑便啦，我哋俗稱屙黑屎嘅情況出現啦。其實咧我哋由細到大好多時都會將肚屙同肚痛咧混為一談，即係同一件事嚟嘅。即係明明肚屙就同媽咪講，我肚痛啊咁樣。其實係咪如果講緊有痛楚而亦都有肚屙嘅情況，係咪通常都係胃部嘅問題為主嘅，定還是都唔一定嘅咧？如果譬如真係有痛或者肚屙嘅情況，可能係一個腸胃炎啦。咁可能腸胃炎所謂腸同胃啦，咁可能除咗個胃會發炎之外咧，其實可能去到下低小腸啊或者大腸嗰度都可能會有感染啊咁樣，唔係可能腸胃炎未必淨係集中喺個胃部嗰度。甚至乎可能琴晚即係食打邊爐嘅時候食得豐富咗啊，咁樣消化不良，其實係咪都係會引致痛楚嘅咧？都可以嘅。咁有陣時就係嗰個功能性個胃嗰度咧，可能都出現咗問題，突然之間你暴飲暴食或者食咗一啲難啲消化嘅食物啊咁樣啦，令到胃酸亦都比較多，可能亦都會有啲灼熱嘅感覺啦，甚至有啲胃氣脹啊、谷住啊，咁甚至可能有啲胃酸倒流啦，翻上去嗰個我哋俗稱火燒心嘅感覺，咁都可能會出現。係。咁睇翻呢個9宮格嘅即係9個數字，尤其是即係針對翻上腹啦，1號係咪就應該都佔到個肝臟嗰個位置嗰個即係 overlap，即係嗰個位置佔到最多咧？已經係1號嘅位置，即係右上腹嗰個位置啦。咁我哋就主要係個肝啦、膽管啦同埋膽所在嘅位置嚟嘅。係咁啊，即係呢個肝臟嘅問題引起嘅痛楚又會有啲咩原因咧？嗱，咁肝臟如果引起嘅痛楚，主要就可能有2個情況啦。一個可能就係一啲急性肝炎啦，咁另外就可能係有肝腫瘤，即係好似胰臟咁樣啦。咁如果譬如急性肝炎嘅話，嗰個病徵就可能都係啲右腹痛啦、持續痛啦。咁或者亦都因為佢有肝炎嘅引起，令到嗰個肝酵素咧都出現問題，可能都會有啲黃疸嘅情況出現啦。咁同埋都可能會有發燒啊，或者作嘔作悶呢啲感覺。咁第二個可能性，譬如生腫瘤啦。咁如果譬如初期亦都一樣嘅，如果個腫瘤係好細個嘅時候咧，可能係完全冇感覺、冇痛、冇性嘅。咁但係當個腫瘤可能係越嚟越大個嘅時候咧，咁亦都會令到嗰度會有痛嘅感覺。咁亦都可能會令到個肝酵素差咗嘅時候，亦都可能會有啲黃疸嘅情況啊。係，如果真係有膽石啊、膽囊炎，有時我會聽過，哇，有啲急性嘅話咧，佢話痛得好緊要嘅。但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未係去到咁急嘅時候咧，嗰種即係嘅痛感係慢慢閹住嚟啊？定係劇痛一陣佢又會停咁樣咧？個痛感係
咁膽石引起嘅問題咧，其實都幾多。咁我哋可以睇下個膽石嗰個有關膽石嗰個圖引起嘅問題啦。咁其實咧膽石會引起痛咧，其實主要有3個情況嘅。咁包括就係個膽囊自己本身嘅問題啦，或者啲膽石當佢跌咗出嚟塞住個膽管，同埋頭先都講過塞住胰臟管嘅時候咧，都會引起一啲情況令到有痛嘅情況。咁譬如膽石，如果佢仲係留喺膽囊裏邊嘅時候咧，佢有咩可能性咧？咁會令到痛咧，包括就係可能未去到發炎嘅，咁但係有啲膽石喺度咧，有陣時就會刺激到呢個膽囊收縮。咁佢咧就會揦住痛，咁尤其是譬如可能食咗啲肥膩嘢或者食完飯，通常可能1個鐘度啦，咁開始嗰個身體咧感受到我食咗嘢啦，開始佢會將一啲信號咧俾個膽囊咧去收縮咧，去分泌啲膽汁出嚟咧，去幫助消化啲食物。咁如果你有膽石喺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令到咧佢會比較痛一啲啊咁樣樣。咁如果再差啲嘅情況咧，就係如果啲膽石啱啱佢塞住咗喺個膽囊嘅出口嘅時候咧，令到嗰個膽囊嗰啲膽汁流唔到咁出嚟啦，開始膨脹啦，咁啲細菌咧就會入咗去咧，就可能形成一個急性嘅膽囊發炎。咁呢個都幾常見嘅。咁如果有急性膽囊發炎嘅時候，嗰個痛楚咧就唔會係陣痛，就會可能會持續係有腹痛啦，因為發緊炎係持續痛，咁甚至咧會發燒啦、發冷啊嗰啲咁嘅情況。係見到呢個圖就知啦，你睇下咧個肝咧好似把遮咁樣啦，係啊，肝膽相照咁啊，睇到咧就係佢哋個關聯性好強啦。會唔會好多時咧？如果咁講個肝嘅覆蓋率都咁大啦，肝有事嘅時候都好容易即係直接影響埋個膽啊，即係或者甚至乎頭先講到落到去胰臟咁樣嘅咧，陳醫生。如果肝自己引起嘅問題就少啲會直接連去到個肝嗰個膽囊嘅問題，可能都係分開嘅一啲情況啦，最常見嘅話。咁譬如講我哋頭先講譬如個膽囊發炎啊，或者膽管炎、胰臟炎咧，主要係啲膽石引起。係咁個膽石就係個膽囊嗰度就形成嘅結晶，形成個膽石就唔係好關個肝事嘅。咁但係當啲譬如話個膽石跌咗落個膽管嘅時候咧，咁令到個膽管閉塞，咁就會影響到嗰啲膽汁。其實膽汁咧主要係由個肝做出嚟，就唔係膽囊做出嚟，佢係儲存嗰啲膽汁。咁但係當佢有嘢塞住，即係好似有一條路俾嘢塞住咗，咁嗰啲膽汁流得唔通順，就會谷翻上去個肝嗰度，咁亦都會令到個肝功能咧會差咗，會有啲黃疸嘅情況。咁而膽管炎都可以好危急，因為佢有陣時會啲細菌就會入咗去啦，令到好多急性發炎咧，咁會發燒啊、尖寒尖凍啊。如果你好差嘅時候咧，可能令到細菌入血咧，個病人可能有啲敗血症出現咁樣。係咁，好似我哋打風過後，即係道路阻塞啲樹都即係清得好快啦，大家都好希望佢即係變翻道路暢通咯。咁如果膽嗰個發炎嘅問題咧，係咪好多時都要即刻做手術介入㗎啦？嗱，咁如果譬如一個急性嘅膽囊發炎啦，咁其實當然都好睇睇病人嗰陣當時嘅情況係點樣樣。咁一般而言咧，咁我諗如果係診斷咗係一個急性膽囊發炎，咁我哋首先都會俾抗生素啦，都要去幫手殺菌啦。咁但係如果病人嘅情況個膽囊都發炎得比較嚴重，佢亦都可能佢有發燒啊成嘅話咧，咁我哋一般都會建議病人可能要做個緊急嘅膽囊切除手術，真係將個發炎嘅源頭咧就係清除咗佢啊咁樣樣。係咪俗稱就係成個膽拎走佢咁樣嘅個膽手術？就會係成個膽囊攞走，連埋入邊啲膽石。我哋就冇得話我哋打開個膽淨係攞啲石走，補翻個膽冇得咁樣做，係成個膽囊攞走。係，咁但係嗰個即係手術嘅過程咧，而家你知即係好多都微創啊咁樣啦，係咪都可以微創做到㗎啦？咁如果一般膽囊嘅切除手術，一般我哋都係用微創嘅方法，即係意思就係個腹腔鏡嘅方法去處理。咁我哋一般咧就當然都要全身麻醉啦。咁我哋會喺肚嗰度咧就開4個細窿仔啦，擺啲腹腔鏡嘅儀器。通常就係一個喺肚臍啦，另外因為個膽囊喺右上腹，咁所以右上腹嗰度會有3個嘅小孔就擺腹腔鏡嘅儀器。咁我目標就將成個膽囊攞走，咁然後喺翻肚臍嗰個傷口嗰度咧攞翻個膽囊出嚟咁樣樣。係啦，今日我哋講呢一個9宮格啦，咁啊上腹嗰方面咧就係1、2、3號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其實除咗頭先講嘅胃啊、肝膽啊，甚至乎胰臟啊有問題嘅時候咧，上腹就會有一個痛感嘅出現啦。但係有啲人話咧，其實心臟如果有事嘅時候咧，上腹嗰個位置1、2、3嗰啲都會痛㗎喎。點解咧，陳醫生？因為其實個心臟咧就啱，佢就唔喺個肚嗰度，不過係喺一個胸腔裏邊。咁但係就啱啱喺個橫膈膜對上，即係我哋肚橫膈膜，跟住就到個心臟嗰度。咁所以有陣時就係如果話個心臟有問題，要令到個好似覺得有肚痛咧，主要就係我哋講緊個心肌梗塞嘅問題啦。咁即係話可能係個心臟嘅血管有阻塞啦，咁就係影響嗰個心臟嘅供血。咁當個病人可能話佢做緊運動，其實呢啲個
心臟需要多啲血嘅時候，佢俾唔到佢咧，咁於是咧就開始會覺得有痛嘅感覺。咁好多時就睇下佢塞嘅血管喺邊個位置咯。咁有啲如果係塞嘅血管位置係比較近橫膈膜低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嗰個地方有心肌梗塞嘅情況，就可能會令到好似一個上腹痛嘅感覺。咁另外嗰啲痛有陣時，我哋都係教科書式講啦，就可能個痛咧會轉移到去譬如左上臂啊、左手啊嗰啲地方啊咁樣啦。咁另外亦都可能個病人如果痛得好緊要，可能會有其他病徵，譬如覺得唞氣好辛苦、氣促啊，或者飆晒冷汗啊嗰啲咁嘅情況，可能稍稍休息啲，佢可能會覺得好啲。一個心臟唔需要再咁多血嘅時候，可能個感覺會好啲咁樣樣。咁其實成日都話好多人都好忍得痛嘅，尤其是香港人係咯。咁其實即係又老人家啦，又或者係咁，其實咧講緊即係針對住上腹痛啦。當然頭先一啲情況就係話點床點隻嘅，正所謂即係揦住痛就一定會去即係求醫，甚至乎睇急症啦。但係有陣時一啲比較即係唔係劇烈嘅痛楚，但係有冇一個大概嘅定律或者有個諗法就係痛幾耐或者點樣嘅情況之下，都真係要即係睇醫生啦咁。我諗就都好難講話一個 magic figure 話我痛幾耐就要睇醫生，有幾痛幾耐就唔需要睇。我諗都好睇翻佢個痛楚嗰個程度啦，嚴唔嚴重，會唔會好痛咧？如果佢真係痛得好緊要，甚至發埋燒啊嗰啲咧，我諗就要早啲睇醫生啦。咁如果冇呢啲情況有時好啲時好時壞，但係如果佢都經常出現嘅話咧，咁如果又冇做過相關檢查，咁我都會建議病人可能都要求醫，咁睇下醫生嘅意見係點樣。係啦，即係聽陳醫生咁講啦，即係除咗痛之外，可能有其他問題伴隨住出現嘅時候咧，咁大家個警覺性咧都唔可以咁低啦。最好咧就係安心地咧揾翻咧醫生幫你做翻一個詳細檢查。今日唔該晒外科專科醫生陳永康醫生 ，thank you，多謝晒。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